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这两天大家真关心犯人逃脱的案件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里读做脱，脱我脱第四条，脱脱这是读文音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脱，就是逃走的意思，咱讲是脱走，卖当讲是走袂去，也就是脱袂离。另外嘛有无偏去的意思，像讲去脱去，也有五行脱去，意思就是讲强强并合，面色变较歹看。另外，这个脱嘛有分别的意思，像讲脱走、解脱、脱离、脱身，也有讲一个人散身、散身，咱讲这个人脱线、脱线，也有转手袂掉，咱讲是脱手，用无共品种相头改变原来品种，咱讲是脱种，也有古早庙会或者是舞厅有脱衣舞的表演，也过现代有风海风化这个语录，这里鼻音读做脱第四条，照用力一个是读做脱，一个是读做脱，一个第四条，一个第八条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这两个词，头一个读做突袭，意思就是失角差、出差错，或者是讲发生不合理的行为，或者是状况，卖当讲是颠打出错。第二个词读做出脱，意思是讲一个人有成就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阿明自细汉就立志要成做一个出名的魔术师，名声烫四海，出名全世界，安尼才有出脱。所以这摆国际出名马戏团评选考试，对伊来讲特别重要，千万袂当脱词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脱，这是文音；另外鼻音读做脱，照用力一个读做脱，一个读做脱，一个第四条，一个第八条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